刚搬来说要去喊婆婆，还记得婆婆很热情，后来干脆就叫做婆婆，就像是自己亲婆婆。每天串门像是自己人，她口味实在很贴心。婆婆说她自己本姓李，老家江苏的江南。她说江南看不起江北，江北跟中真的不一样。她说老家湖边上也大，可以找到大的像巴掌，有的大的像是一张脸。家家养蚕风景真的美。她说江苏老家冬天冷，有时雪大到开不了门。直到认真改建要搬迁，想不到实在真有缘，居然新房埋在同一床，这究竟是什么起源？